每日咧只需要寫一句說話，3個月後咧你就成個人咧都唔同晒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 K。咁關注我咧，每日會幫你重整咧潛意識，帶你去校準頻率。咁呢一個方法咧叫做未來自我日記，只需要寫一句說話嘅啫，同埋咧就係必須要用咧我已經成為做開頭。咁例如我已經成為一個輕鬆去吸引財富嘅人。咁記住咧，唔係我希望，亦都唔係我將來，因為一定要講到咧，好似咧已經係發生咗咁樣嘅。咁點解會咁有效呢？就因為你嘅潛意識咧，其實佢分唔清咧邊啲係真，邊啲係假。咁當你不斷去輸入咧已經完成嘅指令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嘅大腦咧就會開始咧自動去改寫你嘅行為模式，咁幫你咧去將呢個想像咧變成為一個現實嘅。一句咧就夠噶啦。咁但係個重點咧就係要寫出嗰種嘅感覺出嚟啊！咁你今日嘅第一句咧，你會寫啲咩咧？留言咧去話我知，咁咧當係咧同宇宙嘅一個承諾。咁下一集咧我就會揭開咧內心咧有2個聲音嘅隱藏秘密。如果未 follow 嘅朋友咧，記得去 follow。咁咧否則咧你就會繼續去拖延啦，永遠都唔會去開始噶啦。咁我哋下集見啦！